上海世博會3日嘅指定日運營，一共接待遊客56.6萬，低於預期。咁從今日開始，世博園開始進入普通日運營，直至到下晝2點鐘，遊客人數接近13萬。特派記者李順友喺上海報導。今日係世博會開幕之後嘅首個普通日，持有指定日票同平日普通票嘅遊客都可以入園參觀。參觀遊客數量，世博組織方難以估計，但係園區已經按照大客流日做咗充分嘅應對準備。每個安檢口嘅安檢人員由平時嘅2人增加到4人，提高遊客入園速度。提供足夠的比原來一般情況下更多的食品，來保證大家的供應。大熱天啊，怎麼辦？把我們的遮陽棚能夠搭得密度更高一些，啊，我們的一些清涼飲料能夠準備得更充足一些，我們的志願者的隊伍、醫療隊伍也能夠備得更充足。從琴日開始，世博會入園人數大幅回落，熱門場館嘅排隊情況有所緩解，參觀者等候嘅時間亦都相應縮短。而最熱門嘅場館之一中國館，3日嚟平均每日接待近4萬人。中國館每日派發嘅預約票呢係5萬張，有800幾個派票口，所以每日都係10幾分鐘就派完啦。至於中國館以後可唔可以使用排隊入館嘅方式，仲喺度研究當中。世博園區預計最多可以容納60萬人，不過從5一小黃金週3日嘅情況嚟睇，20萬人左右就已經處處都排長龍。如果真係達到60萬人嘅高峰，場面可能難以控制。廣視新聞特派記者李順友喺上海。